佬有事gì hả?試一把係嘛？試一盤係嘛 ？OK， 女神，你好好努力嗰陣時，要上一鋪全個直播間榜一大哥，開門啦！歡迎豬哥，歡迎南hải哥，你好啊南hải哥，南hải哥，你好。今晚啊，等佢努力揾到錢先啦。喂，攞住咩啊？攞住咩架撐啊？咩架撐話？煎餅啫嘛。啊？煎餅。煎餅啊？哦，食煎餅啊？試啲。好唔好食啊？呢啲煎餅啊？今晚咬大力啊？今晚我唔飲喎，今晚啊，我食咗飯，我可能夜晚過去一個啊，去清遠啊。今晚我唔飲啊，你哋飲得㗎啦。你話琴晚飲就冇乜所謂。邊個嚟啊？係大佬嚟㗎，啲廠長嚟㗎，廠長嚟咗。呢個點菜部長佢細佬啊，係強勁。呢隻煙我覺得就係冇乜味，食得密一少少，冇乜味喎。有腐用黃喎。唔係，都未有腐用黃咁多個。琴晚繼續罰先。你冇到你撩好冇？歡迎唔該翻嚟。你冇撩好冇？咁藝自己啊！我識咗你之後，我先食咁多煙嘅，我咪知啊！真係。以前我一包煙食天半，我幾多？2包煙食3日。識咗佢之後呢，一條煙食3日，你話使唔使啦？你話？我都要計啊！嗱，呢啲16蚊8，歡迎麒龍哥。咦，麒龍哥你好啊，麒龍哥，你好。識咗你2年，你諗下我食煙我食咗幾錢啊？唔係2年，4年，21年到依家4年啦。自從因識咗你之後呢，食煙1年嘅落來呢，起碼食2萬蚊煙。請不要請我計，從現在開始啊！請不要請我煙我，好，我從今日開始我就不請你。你個號18歲啦，降回0級。咁嗰個燈牌會唔會一個啊？嗰個燈牌啊，即係佢咁嘅，你降咗級之後呢，佢就會重生嘅，有一個重生個名嘅。有一個重生，18小時後降返0級。佢有個重生喎，佢成日背後始終有個重生嘅寫住。係朱啲男孩，我都唔知係邊個啦，係知道係呢啲大佬，知道啲大佬經常玩直播間嘅又係，有時見佢上麥，有時就過嚟幫下忙嘅又係，有時佢又過嚟幫下忙。嗰啲大佬個個都咁多細號，我又唔知係邊個，有啲呢嚇嗰啲手法上票嗰啲手法嗰啲呢，我就知道係邊個啊！真係。咁咪仲叫你老婆咧？嚇，係，我搬宿舍啊，搬宿舍住，房沙搬宿舍啊，唔係噃啊，
叫佢俾100蚊，叫阿姨搬到喎。唔係俾100蚊，最主要係佢搬翻去之後咧，佢冇車坐啦。佢公司佢原先咁㗎，請搬運嘛，使咪請搬運啦，唔使請㗎，佢搬翻去。